林业试验所甲成功大学的测量队组成的团队，找树仔的人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全力咧找找台湾第一悬的树丛。目前台湾第一悬树是伫个大雪山南坑溪的顶游，迄丛树仔标悬72.9米，超过20层楼仔悬。也毋过台湾的山峦非常的广阔，这个纪录有可能会来打破。全民嘛会当共同来参与，咱的乡亲会当甲你所看到的大树丛翕落来，传起你 App， 大家做伙，互台湾山峦的资料库更加完整。这是大雪山区域的南坑溪水头，想要看大丛的树仔才真济。镜头慢慢的向顶面看，无看到树尾，这丛树仔进入来拎。悬有72.9公尺的台湾山，悬度有超过20层楼仔悬，目前是台湾第一悬的树仔。不过全台湾的树仔遮济，上悬的要安怎找？虽然会使透过科技方式，不过国际上认可的测量都是像安尼比起来。真正要去确认它的高度，还是要爬到树顶，然后垂直下来量。对，那个是国际认证的方法。想要找出更较悬的树仔，成功大学团队推出专门找树仔的 App。那我们会把我们的资料做一些画面的截图，然后请群众协助我们看看画面中是不是有一棵巨木。那如果有的话，那会回馈资料给我们，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后台再做处理。台湾有真丰富的林业资源，和上较悬的树仔记录，会使一直打破新悬。